點解我嘅翡翠同其他人嘅直播間嘅唔一樣？錢錢就借咗呢個粉絲嘅話題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嘅翡翠到底好喺邊度。第一點好簡單，翡翠原石本身就係獨一無二，佢一塊料切落嚟，佢每一個部位水頭水路唔一樣，所以我哋從用料開始，會根據每一個料嘅特性去選擇做乜嘢題材。譬如呢個佛宮，佢嘅土煲應該係放喺料嘅邊個位置，佢個開面放喺邊個位，先至可以將呢個翡翠最靚嘅部分展現俾大家。第二點就講到鑲嵌種水嘅呢啲鋼生件，當我哋加咗鑲嵌，我哋佩戴起身佢先至更百搭好睇。哪怕我哋一排嘅福斗，我每一個扣頭嘅設計都唔一樣嘅。如果大粒啲，仲有飄花，佢品質夠有光感嘅呢個扣頭，我哋鑲起身亦都會唔一樣。好嘅鑲嵌，我哋一定係結合呢個料嘅大細厚度同埋佢嘅飄花，以及佢嘅風格去做嘅。我哋呢啲嘅樹葉，每一片佢都唔一樣，呢種錘形嘅一啲雕刻同埋流暢嘅線條，加上嗰啲好靈動嘅飄花嘅感覺，我哋戴上身佢都係好唔一樣。我希望每一位想請葉子嘅朋友都可以通過細節去感知佢嘅品質，同埋揾到更適合自己嘅款式。咁樣你戴起身，你先至可以心情舒暢，賞心悅目。鋼生件、葉子、如意豆，哪怕平安扣或者係佛宮都好，我哋都係逐個去做設計。如果你中意品質嘅翡翠揀鑲款，除咗去搶直播間嘅批量以外，真係建議你嚟睇睇錢錢嘅翡翠實物，可能你會對品質翡翠有新嘅認知。同樣嘅價格，邊個唔想自己嘅翡翠更加有品質？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